下垂體咧，其實喺我哋腦裏邊咧一個內分泌控制內分泌嘅器官，位置咧就係喺我哋個眉心對入嘅深處啦。咁如果睇翻呢個模型咧，我哋就會見到粉紅色呢個位置咧就係個腦下垂體啦。基本上咧個 size 咧就可以係講緊係幾毫米嘅啫。咁個位置就係喺兩條視神經嘅交匯之下，而旁邊見到紅色嘅地方咧就係兩邊嘅內頸動脈。呢兩條內頸動脈咧，基本上就係控制我哋腦裏邊嘅血液供應嘅主要供應嚟嘅。咁有啲咩功能咧？譬如話我哋一般嚟講聽見皮質醇啦，或者係甲狀腺素啦，以至生長激素呢啲咁嘅荷爾蒙咧，都係經過呢個腦下垂體咧係去控制嘅。甚至乎咧，我哋身體裏邊嗰個水分嘅控制，即係話我哋飲得水多、飲得水少、排尿嘅多寡咧，都係經呢個腦下垂體咧係去控制嘅。腦下垂體嘅分類咧，我哋可以有兩種方法嘅。第一咧就可以根據佢個體積咧係或者個大細咧係去分類。一般嚟講，如果細過1個 cm 即係1個厘米嘅話咧，即係話比較細小嘅，我哋叫做微線體瘤。如果佢大過1個厘米嘅話咧，我哋就叫做大嘅線體瘤。咁至於喺分泌功能嘅影響裏邊咧，我哋就可以將佢分為呢個功能性同埋非功能性嘅。非功能性顧名思義咧，即係話咧，佢即使係一個腫瘤，但係佢嗰啲腫瘤嘅細胞咧，都唔會話分泌一啲異常嘅荷爾蒙，令到我哋身體咧出現一啲荷爾蒙嘅症狀嘅。咁而功能性嘅話咧，最常見嘅話咧就係一啲叫做催乳激素嘅腫瘤。咁另外一啲比較少見啲嘅就係會影響到我哋其他荷爾蒙分泌異常高嘅，例如話，譬如一啲婦恩病咧，即係話咧嗰啲係皮質醇嘅荷爾蒙咧係會係異常高啦。另外有啲叫做生長激素嘅腺體瘤咧，就會影響到你啲肢體肥大症或者巨人症嘅情況。同樣地啦，我哋都可以分開咧兩部分嚟講嘅。一部分咧就係因為佢個體積係大嘅，越嚟越大嘅時候咧，而壓住周邊嘅組織。最常見嘅咧就係影響到個視神經啦，因為頭先提到咧就係個腦垂體基本上就係喺個視神經或者視神經嘅交匯處嘅下邊嘅。如果當佢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就會對視神經造成一個壓迫。患者咧往往咧就係會係視野嘅兩邊，即係話係兩邊嘅情況咧係睇矇咗。去到後期嘅時候，當個對個視神經係壓得越嚟越緊要嘅時候咧，佢開始會覺得個視力嘅會模糊啦。如果當個腫瘤再大啲再唔處理嘅話咧，當然會影響到個腦壓升高咧，引起頭痛。咁去到最後期嘅話咧，因為會壓住個腦室腦脊髓液嘅循環嘅時候咧，最壞嘅情況咧，我哋都見過咧係會引起一個腦積水嘅情況出現咗嘅。咁除咗係因為嗰個佔位效應影響之外咧，喺個功能上咧都可以對病人咧造成一個係影響嘅。頭先提到有一啲催乳激素，如果過剩嘅話咧，咁最常見嘅咧就係會影響到，如果女士就會影響到個經期咧係會比較少咗，甚至乎咧係會造成一個完全停經。再嚴重者就會影響到有不育啦，即係唔可以有 BB。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因為佢係催乳激素咧，就係刺激到我哋個乳房去增生嘅。咁即係話咧，如果當嗰個女士有一個催乳激素嘅腫瘤嘅時候，而嗰個催乳激素又高咧，咁即使係唔係懷孕咧，個乳房乳腺咧都會腫脹啦，甚至乎咧係會出現有啲奶汁嘅分泌嘅。喺男士嚟講咧，亦都會影響到嗰個男性功能嘅障礙啦。亦都可以咧同樣地影響到嗰個乳房咧係會出現腫脹嘅。咁如果呢啲催乳激素係長期處於一個高企嘅狀態咧，無論男好女好咧，長遠嚟計都會影響到咧骨質疏鬆嘅機會咧係會增高咗嘅。咁另外有啲咧，我哋見過咧就叫做婦恩病啦，就係話咧係嗰個荷爾蒙係一啲叫皮質醇，我哋叫 cortisol 咧係過分升高嘅時候咧，咁就會影響到其實影響到好多嘢嘅，譬如話影響到個血糖有個好難控制咧，即係有啲好難控制嘅糖尿啦，會有血壓高啦。甚至乎咧，個人咧係會叫中央肥胖，即係話佢面啊同埋個身咧係會比較腫脹，而手咧就反為咧係唔會同樣地咧係一個係 same proportion， 即係同樣比例而係去增加嘅。咁喺皮膚方面咧，佢哋會變薄啦，同埋會出現呢啲紫斑嘅情況。
咁長遠計咧，同樣地都會影響到血壓啊、糖尿啊，而影響到有個心臟嘅情況會變壞嘅。咁另外有啲再比較少見啲嘅咧，就係會我哋講緊一啲叫做肢體肥大症啊，或者巨人症啊。原因咧就係因為呢啲生長激素呢啲腫瘤咧係產生一啲異常過高嘅生長激素，令到咧我哋身體嘅軟組織咧慢慢咧係脹大。咁所以即使係大人成人都好咧，佢嗰個腳嘅尺碼咧都會不斷咁樣升高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啲病人就會話個鞋嘅 size 咧就會越換越大，甚至乎咧以前可能5年前、10年前戴個戒指咧，而家戴唔翻。咁另外皮膚會比較粗糙啦，個眉骨咧會比較突出啦，鼻咧亦都會變得越嚟越大，而牙罅咧亦都會變得越嚟越疏。咁有啲人咧甚至乎咧係嗰個聲線咧都會變得比較沉厚咗。而女性咧就變咗係比較粗獷啲嘅外形。咁呢啲咧，除咗喺外形之外咧，佢哋個血壓啦，同埋個血糖咧，亦都會咧係越嚟越咧係難控制。所以好多時候咧，嗰啲糖尿嘅藥啊，或者血壓嘅藥咧，亦都會不斷咁樣增加。咁調翻轉頭咧，有啲因為個腫瘤係去咁上下大嘅時候咧，就調翻會影響到咧正常嘅分泌咧就缺少咗。患者調翻轉頭就會因為呢啲皮質醇啊，或者一啲甲狀腺咧，呢啲荷爾蒙唔夠咧而出現症狀。咁往往咧就係會覺得係變得係異常嘅疲倦啦。咁有啲咧就個瞓覺嘅時間會越嚟越多啦。再嚴重者咧就會出現一個怕冷啊，會食慾不振啊，同埋會有便秘嘅情況出現。如果再嚴重啲咧，就會出現嗰個血壓咧就成日都係處於一個低嘅水平。即使係有啲比較緊張啊，或者啲嚴峻嘅情況咧，佢都唔會識得去嗰個血壓咧都會提升啊，或者個心跳咧就會升高嘅。咁呢啲咧，如果去到咁極端嘅時間咧，都會引起到一個休克嘅狀態。除咗透過病歷，我哋問一啲比較係針對性嘅問題之外咧，當然我哋都會同病人咧做一個全面徹底啲嘅檢查，尤其是咧包括我哋睇到佢嗰個身體嘅表徵啦，有冇出現頭先我哋所講嘅症狀啦，或者咧係做檢查下佢嗰個視力同埋視野咧有冇造成有一個缺損嘅情況出現。咁另外咧，我哋都會同佢驗血嘅，即係檢查下啲荷爾蒙咧有冇啲異常嘅過高咧或者過低。咁當然啦，最緊要嘅咧就係要安排一個腦嘅掃描啦。咁通常我哋都會做一個磁力共振嘅掃描咧，就會比較切得清楚啲嘅。如果要治理咧，要視乎咧嗰個腦下垂體嘅性質同埋個大細。一般嚟講，如果佢係一啲非功能性嘅腫瘤嘅話，仍然係都係細，即係微線體瘤咧，我哋通常都可以採取嗰個觀察嘅策略，即係話如果佢再變大嘅時候咧，先至值得係做手術去處理。如果佢係屬於一個催乳激素嘅腫瘤咧，好多時候我哋只係需要咧服食一啲藥物咧，就可以令到嗰個催乳激素咧係受到控制，甚至乎咧係回復翻一個正常嘅功能。如果有啲情況係比較再幸運啲嘅咧，我哋都見到個腦下垂體一啲微線體瘤咧係會有個縮小咧，甚至乎係會消失嘅。但係當然，如果嗰個腦下垂體係已經好大嘅話，甚至乎係對於嗰個視神經啊同埋個腦組織係出現一個壓迫嘅時候咧，咁就冇辦法啦，就一定要做一個手術去將佢割除啦。咁通常咧，我哋做手術咧，而家大部分咧基本上都可以用微創嘅方法，即係話我哋叫做經蝶竇嘅採集腫瘤手術。方法咧就係經過喺個鼻腔後邊啦，經過個鼻竇個空間，喺我哋叫做安造嘅位置。安造就係喺個頭顱骨底裏邊咧一個位置，就係好似馬鞍咁樣咧。腦下垂體咧就係喺安造嗰度。咁所以如果我哋經過一啲儀器，用內窺鏡也好，用呢個顯微鏡也好咧，係經過呢個咁嘅途徑咧，就可以咧係喺嗰個安造嗰度咧開個小孔，然之後咧就將個腦下垂體嘅腫瘤咧將佢摘除。一般嚟講咧，好多時候呢啲腫瘤咧都係屬於比較軟身腍身啲嘅，即係好似一啲比較結啲嘅液體咁。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就如果即使開個細嘅窿咧，如果佢嗰個體積係細嘅話咧，都可以將佢咧係吸取咧同埋刮走出嚟嘅。當然呢個手術最大嘅挑戰咧，就係咧唔可以傷及咧旁邊嘅血管，否則嘅話咧就會造成出血啦。咁所以如果當呢啲腫瘤係同呢啲血管係太近或者太黏連得嘅時候咧，呢啲腫瘤咧都係要將佢留翻嘅，因為呢啲瘤咧基本上絕大部分咧係屬於良性嘅。咁所以我哋如果留翻嘅地方唔係太
個多嘅話咧，我就可以先採取一個觀察嘅策略啦。如果係留翻比較多，甚至乎佢係有個係早期嘅復發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我哋都可以用放射外科嘅手術，即係有一啲再精準啲嘅電療咧，係將佢控制。一般嚟講，如果接受咗呢個腦外科嘅手術，摘除個腦下垂體之後咧，病人預計咧係留院1個禮拜左右啦。主要咧就係觀察下傷口愈合嘅情況咧。另外咧，我哋通常都要觀察下嗰個荷爾蒙咧有冇因為一個手術之後咧係受到影響嘅。當然，如果有影響嘅話，我哋就需要一啲補充啦。咁基本上，如果1個禮拜之後個情況穩定咧，就可以出院。一般日常嘅活動咧都可以恢復㗎啦。